我就最中意搭凌晨機到羽田，時間好好用又近市區。不過凌晨機都有兩種，有啲1、2點到，有啲4、5點到。今日就想 share 下喺羽田住宿嘅體驗，凌晨嘅餐飲，睇日出嘅好地方，買伴手禮同埋去 lunch 嘅好去處。今次想推薦嘅係羽田機場第3航廈入邊嘅 Villa Fontaine Grand，想同隔離另一間更加高階嘅 Premier 係一體成型，而且係 share 用頂樓嘅天然溫泉全天空之湯，直通羽田機場第3航廈。全天空之湯擁有天然溫泉、岩盤浴、桑拿、SPA 休息區同埋展望露台，可以俯瞰成個機場。如果天氣好，仲可以望到富士山。不過我住呢一間就冇得用啦，但係就可以用優惠價2500去用。如果你住隔離 Premier 就可以免費使用。留意返，如果半夜上嚟溫泉過夜而唔住宿，費用入場除咗4800 yen 之外，仲要加埋過夜特別費4000 yen，加埋就已經係8800 yen。如果係獨遊旅客嘅話，我覺得當過夜費都可以考慮。但係如果上鋪喺或以上，呢個價格我就覺得同住一間房差唔多啦。酒店喺2023年先至開嘅大型複合設施Haneda Airport Garden 入面。我今次係星期4晚嘅房間，住嘅係高級女王房，20平方米，1000蚊左右。個Garden大概有80幾間商店同埋餐廳，不過我半夜2點鐘去嘅時候就淨係得 Lawson 喺度營業。好在呢間 Lawson 都幾大啊！第二日朝頭早我太趕時間就冇影，但係當時好似餐廳先至啱啱開門。呢一間評分唔低嘅4代目谷川鰻魚飯已經有人排緊隊啦。check-in 大廳休息嘅位置已經好多啦，而家都係做自助 check-in， 不過都有人手喺度幫忙。check-in 層已經有房間，但係就唔使怕嘈，因為嗰度環境好安靜，而且同房間之間都有分隔嘅門。備品同睡衣可以喺外面拎，全部都一應俱全。呢度有好多間房啊，所以好少會訂滿。有公用嘅微波爐、水機、洗衣機、乾衣機。今次訂嘅係高級女王房，有20平方米，整體房間都幾大，可以打開到2個揭蓋式嘅大行李箱。一入門口就係一個小茶几。房間入邊除咗床之外，仲有個小梳化嘅區域，以日本房嚟講真係唔錯喎。房間整體非常滿意，張床好舒服，間房亦都好新。牆上面嘅插頭都有 USB 插電。除此之外，仲俾咗一條萬用嘅充電線你。房入邊都有藍牙嘅揚聲器。不過拖鞋就同好多日本酒店一樣，都唔係一次性。如果介意嘅話，最好自己帶波鞋啊。房嘅 WiFi 都好快，洗手間嘅空間都好充裕，唔會覺得好逼。沐浴品就冇乜特別，都係呢一個酒店嘅牌子。風筒係 Panasonic，唔係固定式。呢樣對長頭髮嘅女孩子嚟講真係好重要喎。之前有一排鍾意咗上網夾公仔，所以就一次過將嗰陣時嘅戰利品寄返去酒店。佢係喺呢一個 Cloud Crash 玩，每個月會有一次日本免運費嘅的確。以前都算係幾易玩。
除咗有一部高爾夫球嘅機，嗰個就真係純粹靠等保咯。而且佢寄過嚟嘅時候都唔會過度包裝，所以集運到香港都唔會好貴。但係就小心唔好買啲易碎品啦。Cloudcatcher 有 App 亦都有網頁版，App 就比較穩定。DJY 嘅商品有好多，不過我而家已經好少玩啦。一來有一排 Cloudcatcher 成日都係出 golf，二來香港我覺得而家都已經好好嘅。不過如果你追舊款，呢邊都係比較多選擇。睇下我英系列而家仲有得夾啊！至於點樣用呢個 Cloudcatcher，我就唔喺條片詳細講啦。我覺得而家好似玩嘅人都少咗。如果真係有興趣，就留言話俾我知啦。然後就介紹一下，如果到埗咗又唔去酒店，可以去邊度消磨時間。凌晨到達第三航廈嘅時候，有幾件事都可以做：食飯、瞓覺、扭蛋、睇日出。呢邊嘅顯示螢幕好貼心咁樣顯示呢一刻仲有邊一啲仲開緊嘅餐廳。我哋先上咗4樓江戶小路同埋日本橋嗰邊睇，呢邊都係其中一個瞓機場嘅熱門點啊！因為啲餐廳喺呢個時間都閂咗門，平時用嚟等位坐嗰啲凳就可以打平瞓覺。呢個區域都係用江戶時代風格打造，重現古代日本街景。如果平時日頭嘅時候就會有好多餐廳同埋伴手禮店，不過凌晨嘅時候就得幾間餐廳開。其中就係我哋今次去嘅拉麵店世田谷。呢個拉麵集團喺日本都有好幾個拉麵品牌，我哋就試咗羽田機場限定嘅原味雞拉麵1250円，世田谷拉麵1450円。前者我覺得個湯有啲太清，如果中意清清地唔係咁油膩咁濃郁嘅就好啱，雞肉正正常常。不過佢哋個麵都唔係我中意嘅嘢啊，有啲太軟。後者濃郁啲嘅湯底同埋個甜叉燒就比較出色，但係喺呢個時間食到一個暖粒粒嘅拉麵都好舒服。整體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普通嘅拉麵，不過凌晨時分喺機場真係唔可以罰太高啊。另一間係我成日獨遊嘅時候會食嘅吉野家，但係啱啱過今次啲肉好少喎。呢個人葱多個肉係咪正常㗎？食飽咗就可以上5樓嘅展望台等日出，呢度都係睇飛機起降嘅絕佳地點。如果天氣冇咁凍，其實個氣氛都幾靜幾浪漫㗎。不過我呢一日真係有啲凍。5樓呢度都有啲瞓覺嘅地方，同樣都係可以打平個人瞓。不過我覺得好似呢一邊個中央廣播特別大聲啊。除咗第3航廈，我有時都會過去第1航廈。因為凌晨機有時4點幾早到，我又要等到7點幾，差唔多8點嘅迪士尼巴士，我就會去第1航廈或者第2航廈嗰度行下。前往第1同第2航廈可以坐免費 shuttle bus 或者坐鐵路。shuttle bus 已經夠晒方便啦，每4至8分鐘就有一班。點解會過嚟呢邊呢？就係因為呢度有好多嘅商店，而且仲有賣好多伴手禮，而且佢哋一早6點就開啦。呢個係第3航廈冇㗎，比起市區買，有時喺呢度仲方便。唯一唔方便就係一開始嘅旅程就拎住呢啲嘢，有啲喺市區大缺貨嘅商品，呢度6點輕鬆買啊。例如呢一款 NYC 聲餅乾，喺東京但我見到都大排長龍，但係呢度就有得買啦。第2航廈同樣都有呢一啲同類嘅商店。另外，如果大家有申請白金 JCB 卡，就可以免費使用日本機場部分嘅 lounge。不過第3航廈嘅 JCB 入得嘅 lounge 全部都喺禁區入邊，嗰啲係24小時開放。如果調轉你係搭凌晨機返香港，就可以考慮去嗰度。但係當你係凌晨機到達嘅時候，就只可以去第1同第2航廈啦。今次我去嘅係 Power Lounge Central， 由朝頭早6點先開，環境就好簡約安靜，有舒服嘅梳化同埋充電插座。6點鐘我就即刻入去，朝頭早人非常少，瞓覺都唔會俾人打擾。我喺呢度瞓咗1個鐘之後叉滿電啦，已經足夠維持我之後去迪士尼玩咗1日。不過 JCB 卡可以入嘅嗰種 lounge 就冇香港平時嗰啲咁多buffet、咁多嘢食提供，佢只係簡單嘅飲品，而且呢一間都唔會有得沖涼。
最後要介紹嘅就係大家應該都有去過嘅 Terminal 3嘅 Lawson， 都係上機前沖廁嘅好地方。我通常就會準備保溫袋，然後就喺呢一間 Lawson 度買啲蛋糕、飯團、雞胸返去。除咗呢一點之外，有次仲意外發現原來呢度有外面好難揾到嘅一番賞啊！今次呢個羽田特輯就介紹得差唔多啦，拜拜。